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2月2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2篇，创世纪第4章第1节到16节，以弗所书第4章14节到第5章的第10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囝儿。追求信仰的目的是甚么？其实每一个人到伫教会的目的拢无相同。有人咧找迄个心灵会寄宿的所在，有人在找一个认同，有人要超找迄个医治的困难，也有人想要超找一个有够大会通展骹手的舞台。有个人爱找一个委身的所在，咱讲一个家。当然，咱袂当讲大家对家的期待拢同款啦吼。但是这个有一个家是一个正确的追求方向。要成做一个家内的成员，就爱亲像成做迄个家的囡仔同款，这必须爱去承认迄个中间的彼此的关系。亲像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主祷文，咱的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。所以建立安尼的关系，是因为咱相信耶稣基督，永生上帝的囝。嘛，因为咱接受着安尼的救恩，所以咱就同时阵成做天父上帝的儿女。成做一个家庭的一份子，就必须爱遵守家庭的规范，这就是诫命存在的原因。上帝透过摩西将诫命赏赐给以色列人，也互今仔日的基督徒你甲我。对伫基督徒来讲，咱不但有圣经真理的诫命，也有逐教会也有这个规范。也是有人感觉讲教会是安怎得爱有规定吼，伤过限制人。但是咱知这种的教会伦理原则，确是一个存在的必要。咱袂当因为家己无欢喜，就无要遵守。亚当甲夏娃的第一个囝叫做该隐，伊因为嫉妒伊的小弟亚伯的献祭来杀死伊的小弟。但是事实上，伊可能本来就无有遵守上帝的家的规范，因为伫圣经安尼甲咱讲，上帝警告该隐：你为什么受气？为什么安尼烂面落来？你若做应该做的代志，自然就会笑会出来。但是因为你做了无应该做的事，罪已经埋伏伫你的门口，罪要控制你，但是你必须爱来制服罪。也亲像伊的老爸老母亚当甲夏娃同款，因为无遵守上帝互因为伊的禁止令来得罪上帝，然后就被赶出家门。该隐其实嘛是安尼。圣经记载讲，该隐对上帝讲：我挡袂了遮尔重的处罚，你将我赶出这块土地，叫我无搁再看你的面。我要将来要成做一个无加可贵的流浪者，伫地上四界流浪，人若拄着我，就想要杀我。但是上帝回答讲：无，什么人若杀你，什么人就爱赔7条命。
因为安尼上帝就互该阮做一个记号，经过拄着伊的人袂当杀伊，所以该阮就离开上帝的面头前，来到伫爱甸园的东边，叫做流浪的所在来徛起。该阮因为离开上帝的诫命，违反上帝的诫命，离开上帝的道路，就安尼来流浪到爱甸园外一个叫做流浪的所在。甲上帝建立的关系，只有会通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才通挽回啦吼。因为耶稣基督不但真做大祭司，因为伊佫是上帝的独生囝，佫是因为伊家己真做迄个大罪的羊羔，互既若相信的接受伊的人，亲像咱就会通因为伊的救恩，甲上帝和好，再度成做上帝的儿女。伊的工作毋是亲像一般的祭司工一样，一年一摆，一年一摆。伊是真特别、灵敏的救恩。圣经讲，每一个大祭司拢是对民间选出来，被指定替人民侍奉上帝，为着因的罪献上礼物甲祭品。大祭司家己伫祭的所在是软弱的，所以伊会通温和对待遐个无知犯错的人，并且因为伊家己的软弱，伊不但必须爱为着人民的罪献祭，也必须为着家己的罪献祭。无人会当为着家己取得大祭司尊贵的地位。只有上帝选调的人，才会通做大祭司，亲像亚伦一样。相款，基督无为着家己争取做大祭司的尊贵的地位，反倒当上帝对伊讲：“你是我的囝，今仔日我做你的老爸。”伊又搁伫另外一位讲：“你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系列。”来永远做祭司。耶稣伫在世的时阵，迄位会通救伊脱离死亡的上帝大声祈祷，流目屎祈求，因为伊谦卑虔诚，上帝听伊的祈祷。虽然伊是上帝的囝，伊愿对伊所受的苦难学习顺服。既然上帝互伊达到完全的地步，伊就为着所有服从伊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，上帝宣布伊要照麦基洗德的系列做大祭司。伫福音书的记载中间，上帝2摆公开宣告，讲：“这是我所疼的囝，是我所欢喜的。”上帝并且应允所有的基督徒讲：“我无搁甲恁当作仆人，因为仆人毋知主人所做的事。我将恁当作朋友，因为我已经将我对我的爸兄所听见的一切拢甲恁讲啊。毋是恁竞选我，乃是我竞选恁。”并且指派恁去结迄个上存的果子。恁奉我的名，无论向爸来求什么，伊一定会赏赐互恁。恁着爱彼此相疼，这是我互恁的命令。这记载伫约翰福音15章15节到17节。保罗甲加拉太地区的基督徒的看面中间嘛安尼讲着，安尼恁无搁再是奴仆，是囝儿。既然是上帝的囝，上帝就掠恁做伊的继承人。加拉太书第4章第7节。
诗篇32篇，过失得到赦免，罪过得到撤销。这款的人真有福气。心无奸诈，上主无算伊有罪。这款的人真有福气。我若点点毋认罪，就规日海海惨，连骨头拢打去。你的手暝日重重刑罚我，我的精力亲像予热天的日头晒甲焦去。我有对你排列我的罪，无隐瞒我的罪恶。我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，你就赦免我所犯的罪。安尼虔诚的人，拢着伫通找着你的时，对你祈祷。大水泛滥嘛，一定袂淹没伊。你是我闪避的所在，会庇佑我脱离艰苦。你会用得救的歌四面围我。上主讲，我要教示你，只是你应该行的路。我要注目看你，眷顾你，毋通亲像马骡无知识，因用马加姜，马勒索约束才会顺服。歹人会受真济的痛苦，毋过倚靠上主的人有慈爱，四面为伊。义人啊，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；心正直的人啊，着大声欢呼。主的恩典，互阮会通因为相信来得救，也互阮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会通来成做上帝的儿女，会通来进入上帝的家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